时代因来因进步，照老师的方法来做的东西，因来因少见的哟。来看台中董事有件传的上台人的个体育场，对草堂做上奖节到小潮来做，一块如係照老师的方式来做，因呢唔是打广告，善良也过少，如一啥传一啥安尼卖。因呢的想法过单纯，如係视频越基本越简单，如越安全。冰砂糖到了沃度巷起火，再个顺电沃顺一层一层的天天的炒，一条糖唔係拿來做甜點，係為咗做體育，炒到黏黏膠膠。付費年前幾年嘅張總嚟接做體育事業，仲唔准火嘅態勢，還是炒到出火來。就還沒有滾的時候，你就把醬倒下去，要結塊，然後有時候會偷懶，想說啊，還沒有熱，我們再等一下。喝個茶出來就超會搭，因為這個焦糖哦，超會搭會變苦苦，但苦苦其實就不能用了。一櫃太煲糖，一見變見炒20分鐘，將佢黏黏膠膠，一時間溫度幾28度嘅，然後體油倒落去攪別夾來，好見落，將佢結咗一團一團嘅。一條糖請辣以暗講上體油，大概400個嘅體油來用。也大量生產體育廠，單係用酒同色素來夾色，將富翁人按堅持用傳統嘅方式來做嘅，潛到幾件呢？炒焦糖哦，喺阿公留落來，現在佢哋阿公講哦，都有焦糖色素嘅東西。不過因為哦，講好嘅體育哦，唔是用嗰啲化學嘅東西本身，應該艱苦啲，我推做好來啊，雖然冇嘅按醬。按好些，不過應該對人嘅負責任，係對自己嘛負責任。因為我以前唔會講唔做生意嘅，嗰時候我對呀冇乜個概念啊，係啊，嗰時候我就聽佢講嘅，我將天天看佢安尼做，係啊，啊很辛苦，真的當辛苦，啊我卡3方沒有無限啦，啊體育生沒當無限。頭擺付費年看佢爸爸做，知道一件難用嘅。等到自家來做，對稻草、開上體育到做體育，爭啲行行都冇人改。你生意嘛唔是徛過笨蛋嘛，啊，又為了開始啊，啊，笨蛋做體育下小橋，啊，嗰間冇簡單，規山嘅橋啊，尋時間啊，推記落來，啊，記住節一節，啊，將來做燃料，為了開始哦，將地講做體育實在冇簡單嘅事情。列位啊，喺用暗講嘅地方啊，總共有4區 A、B、C、D 區，啊，列位啊，喺 B 區。體育一項生意要做前節必發嘅公務，看下有幾多嘅暗講做啲嘅。服務有153行，走路嘅時間分4期來管理，廠也係 B 期，也則係頭4期，但暗講親手表1年，發好嘅將拿出嚟做過。嘅爸爸副總科73歲嘅，本來想將一體育場豎起來，付費年唔盼得，傳到佢書行就傳唔下去，故所佢隔天做到中高做退伍，轉到屋下從頭同爸爸學做體育。伊係職業軍人退伍嘅，啊，佢嘅呢下望退休前做隔天要做嚟聽書卡，係，啊，嘅呢啊做做嚟後，因為其實佢講我做嚟聽書，我咩冇想聽到。到時佢冇得做，我都冇得做咧，講計開闢，他都冇得做咧，到個年齡都冇法做，冇體力。副總科做體育做幾十年，佢還記得50年前，佢對體態素體行隻行業嘅，嗰樣時還騎電4輛車去董事街行見行見賣。16歲就開始學嘅，體育。會做咧，好18歲就當下會做咧，啱啱都出攞去做，出裝咧啦，咪體育，用鐵馬插。就以體統開始吼，人哋體育場倒閉，可能爸當艱苦，我心裡當難過啦，心裡頭就有一種想法，我退休一定要投入個事業咯，繼續做落去。依家事業若做完久哦，談到我收行，實在也蠻艱苦啦。
旧年太天同时节，富沃路体育场有80人红的体育砍废体咧，做得讲要从头做起始，唯一无受到影响的，做阿公叔的留下来，不用必发的件呢。哦，那间发酵室哦，迄个无简单的，因经过921的太体同啊，木卡个体育件哦，带刀片的，剩那件啊，因做体育的心创哦，还留迄阿公留落来发酵的铁缝，所以哦，因嘛当甘心哦，阿公留落来发酵的铁缝哦，不管迄温度湿度啊，都很适合。哦，你做煮个芋头啦，芋头透油，5点钟才会滚啊。一直到一下，富沃行喺墙头倒面照路法来做，用小炒天天的蒸，天天的煮，一根头油，来来去去蒸煮4摆，涨卖得，控制成本，慢工出油货，抢上到的瓦斯料，燃物料加湿还係当贵。因哋做咧手工头油吼，成本实在1高啦，哦加湿哦，亲像嘛100以上啦。哦，虽然讲因标价无按高啊，不过我认为吼，因创油辣就好咧，唔是创很多钱。路法做头油，常用芋头的水、盐同糖，原物料係同苗栗後龍嘅芋頭農契作，全用手工，冇加半啲嘅化學加添物，搶不用到半年天天。沙期民眾來買頭油，有時節一買就幾大，富沃連包裝都含保留用塑嘅塔管呢，全唔用塑膠落嘅。主要嘅頭油嘅行銷哦，主要係口袋從親朋好友開始來常用啦，口碑相傳啊，然後才有這個市場。另外的那個因也有做網絡的部分哈，是主要是要介紹我們這種傳統的文化啊，以這個網絡方式不打殺提供，因頭油很難做嘅，因你精神嘅物解。食嘅東西越簡單，越冇加乜嘅東西就越安全。富芬人希望我傳承嘅係越簡單嘅頭油越好。手工路法做頭油嘅文創，不過就係照定老主公嘅指揮來做，規規矩矩嚟做好。